老调皮谈的来见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有这个机会，代表中中大专部来遮请安甲报告。感谢恁过去对大专部的遮个奉献甲关心，尤其是伫咱中中的大专部较特别，咱无甲其他的中会共款，用家己一个大专中心，咱只是有伫教会内底服侍牧者，伫斗相共来做遮个往去其他团体来关心吼。特别是咱的可能为虾米咱今日要讲这个龙珠回头？可能咱拢有安尼经验吼，若是讲咱的囝去读册的时阵，可能查某囝佫会使咱讲毋过当这查某出去外口读册，久久甲伊敲一通电话，毋是甲你关心，是甲你讨钱，讲我即摆欠钱无落，就是我即摆欠钱需要生活费，紧来汇钱到我的这个户头。其实我可能做过即款的代志，就是可能咱的囝吼去这个大专来去读册，出外去读册吼的时阵，咱较关心袂着，咱毋知影敢会去教会，还是讲伊伫外口这个流浪，咱拢毋知影，咱拢烦恼伊的信仰的生活。但是伊会当继续搁伫这个大专内底参加这个团契吼，这个活动吼，对于未来吼的这个生活拢是真好。亲像我伫这张书伫带这个团契，伫个张师回娘这个时阵啊，就有这个草动教会，即摆已经变做长老的青年转来伫遮吼，所以通常吼。伫大专会去参加这个团契，这个契友以后拢会成做教会内非常重要的人工。可能咱在座有诶拢有安尼的经验，也毋茫恁会当继续对这个大专部继续来关心甲奉献，甲带导尤其是即摆咱的真侪即教会内底拢欠青年。咱毋茫会当透过大专中心的这个工作，来帮助伫咱的教会未来真重要的这个教会的人工。好，伫这时阵，咱搁一届阿头来祈祷。我伫天父方感谢你嘅问题甲听头，来保守阮伫这个真寒的天气内底，可以当伫遮来做礼拜，求伊来帮助阮，互讲甲听的每地拢得到利益。咱祈祷拢上主耶稣基督名恳求。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啊，是咱非常熟的这个故事。龙珠回头，这个故事嘛，可能是咱基督教伫这个世上上侪人知影的一个故事。真侪讲师甲牧者已经讲甲伫在座的恁，尤其是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可能会当来家背出来。为什么这超越2000多年的故事，到今日21世纪？会当继续影响咱的信仰甲生活。其实这个故事真了不起，超过2000多年，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甲风俗的改变，伊的精神到伫今日，搁伫继续，搁伫影响咱，甚至有的时阵，咱听着搁会流目屎。这个故事是超越语言的限制，超越时空的限制，对耶稣的嘴讲出来。伫迄短几分钟内底，对瞬间变做是永远，到伫今日搁伫帮着咱的心。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当做着即款了不起的故事？咱先来了解什么是故事。上帝将伊本身的即个性毋茫甲灵啊，放伫人的心中。所以人呢，伫讲故事的时阵呢，就即个性毋茫甲灵啊的本质，是甲上帝连。三甲连做伙来反映出上帝的地质。故事嘛会当甲人类的形象成合化，会当改变人的心灵，赢过这个痛苦甲这个死亡。亲像这
投影片即个图片吼，伊是即个，伊内底英语吼，你若读伊就是讲，当你要埋怨讲你的生活偌困难的时阵吼，你只要甲耶稣好好啊讲话，你就知影，其实咱的生活毋是遐尼困难。其实这是即个没有吉伯逊咧翕即个受难前影片时阵，甲迄个咧演耶稣迄个人咧讲话。所以咱的生活吼，透过这个故事，咱的生命会当对未来，虽然咱有苦难，不过咱会当对未来有即种信心、满甲忍耐。这信心、满甲忍耐是上帝互人生命中的即个特质，也是人的故事。故事是上帝互人的礼物。互人会当伫遮个讲袂差的故事中间，嘛会当来领受真理，嘛会当来见证遮水、信心甲失望的故事，毋茫甲绝望的故事，疼甲复述、攻击故事。所以遮个故事拢是咱的神学的主要的来源，嘛是互咱家己思考咱家己的生命甲上帝的关系。伫咱的生命的不只是一个故事尔。是人甲人的故事，咱通摕这阿比拉罕来献以撒，甲耶稣受人的故事来鼓励，来说明讲，一个人的故事中，不只是单一个故事尔。伫美国有一个得到甘证的即个青少年的女主吼，伊伫后来伊过往的时阵是27岁、28岁的时阵，伊就是伫伊判病时阵，因为伊是一个记者。伊就家己得着无法度来依照好即个感情的故事来写伫报纸的顶面，后来就真济人咧家己追踪扒路吼，所以伊就变做诚出名，真济人为伊咧打气，毋茫伊的病会当好起来。毋过到最后伊嘛是死去。毋过咱若是看伊生命的虽然是过往受上帝来接去，咱个。伊的死吼，看起来是咧考试上帝的创造，甲上帝所互咱的生命。毋过耶稣受人的故事，去甲即个人的死变做是生命，互咱生命死变做甲耶稣来做伙来享受，甲伫遐永远的快乐。所以，假说讲，咱若是甲咱生命，咱家己生命的遮个见证，甲咱的所经过遮个代志。咱圣经内底即个故事连结做伙，安尼咱就会当开始来理解即个圣经到底要甲咱讲啥物。咱搁来看即个耶稣所讲即个龙珠回头的即个故事。即个故事内底呢，内底有3个角色，特别是咱咧读的时阵，咱拢会先来注意到即个细汉囝，即个龙珠。咱首先注意到，伊真正是辜负伊老爸对伊的疼。伊老爸还未过往的时阵呢，就甲老爸要来讨财产。对咱来讲，咱真正是受无。伫台湾真正是，若是伫台湾啊，真正是一个诚不好的代志。就亲像是较紧要救助伊老爸经过往共款。其实咱就是迄个龙珠，咱常常上帝的恩典。咱就离开，就愈常常愈袂记上帝，互咱的恩典是遐尼大。咱念了遮上帝互咱的恩典，咱就离开天父上帝。伫到咱落去的时阵，也是拄着患难苦难的时阵，咱佫来转来到主的面前。安尼毋是讲咱无法度袂当转来到天主的面前，也是咱家己想讲，咱无资格转来，毋是安尼。是咱知影，当咱伫外口伫袂记上帝恩典的时阵，其实咱的天父上帝每一工拢徛伫门口，伫等咱转去。有诚侪时阵，咱拢会想讲，咱靠家己就会当，毋免靠上帝的即种想法时阵，其实就是咱家己毋知影的中间，已經摕到上帝恩典的過往。雖然咱無親像龍主做遐遮爾濟歹的代志，毋過咱會記得，當咱袂記得上帝恩典來離開天父上帝，就親像是龍主對伊的阿爸講：阿爸將我應得的業分予我。
这一句真简单的话哦，去脱离、去拆离这老爸甲囝的关系。若是伫台湾来讲，就是亲像是断绝爸囝的关系，因的关系就亲像是死去。对囝来讲，伊无老爸；对老爸来讲，伊的囝可能已经胖起来，已经无去。毋过，像阮人会当来所想象，虽然这个关系亲像是已经死去共款，毋过这个老爸的疼，像我这个已经死去的关系，伊还是每一天在等待伊等伊的囝回来。这就是老天父上帝像我死的疼，也就是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死伫这个世界的顶面。这个疼像我死亡的关系，有死亡毋是咱人生的最后一站，咱人生的最后一站是要甲天父、甲耶稣基督、甲圣神、甲咱所有咱所疼遐已经伫天国咧等咱的人，兄弟姊妹来做伙生活快乐。咱就爱来去对遐毋知影天父上帝已经摕永远的疼，咧等待咱转来到伊面前的人，甲伊讲，这个好消息，互伊会当来做伙来享受这个超越死亡的疼。毋过天父上帝已经摕永远的资源咧等咱，对遐知影已经家己知影家己做真重的人，伊竟有法度亲像浪子的勇气来转去。有诶时阵，咱要来承认家己的错误是需要勇气，咱要来承认家己真歹是需要勇气。咱就一定爱伫这个到最后无法度的中间，再来向上帝来悔改嘛。后来这个浪子甚至去这个山内底来饲猪，伫犹太的这个传统内底，去互人看做是无清气，甚至是饲猪的犹太人，互人看做是受着咒诅的人。简单来讲，就是已经互人来放杀，无互人当作人来看的犹太人，甚至邀甲这猪咧食的这个物件，人嘛无爱互伊食。一个无有厝、无有朋友、无尊严的人，已经无有任何法度到遮来，人一定爱伫最后时阵才会当发现，人无法度靠家己来救家己，只有上帝当来救咱。伫台湾早期，甚至到伫现在，有真侪人的见证拢是死过5个拜到无法度，才有人甲伊讲，无你去拜耶稣。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滚飞。即种这个路子到最后，佫有照信仰的去行，伊佫有勇气，咱来到伊老爸的面前，掠着伊唯一生存的这个机会。咱竟有这个勇气，咱来到听咱的天父的面前，咱佫来回想老爸这个角色，咱是毋是有捌经历过互别人伤害？咱所疼的人，疼伊上亲的人，毋过却真亲的甲咱伤害。其实咱就是迄个受着细汉囝来伤害这个老爸。毋过咱囝会当来亲像这个老爸共款，虽然咱受着伤害，伊要是每一天拢徛伫门口，伫等待迄个已经断绝关系的细汉囝回来。其实这需要勇气。咱人的疼，用期待别人摕共款的疼来回应咱。当咱无受到共款的疼来款待时阵，咱的心就会受到伤害。这是咱人的本性，这是非常正常。甚至是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内面，咱是毋是有经历过亲像老爸迄款上真大的这个伤害？其实，伫咱上亲近的人，咱嘛有可能互伊伤害真深，也是咱捌伤害着咱上这个亲近的人、上疼的人。有诶时阵，可能是咱一句无细咧讲出真伤害人的这个话语，嘛可能是因为咱受过受气，伫甲咱发生来真深伫伤害着别人。嘛有可能是咱为着别人好，所以来讲出为伊好的话，佫去伤害伊上深。我想伫咱的生命中，咱都一定有经历过即款的代志，不管是别人对咱的伤害，还是咱对别人的伤害，
其实伫咱的生命中，咱已经老了，咱无法度来袂记的即个应验，即个可能。其实这可能就亲像老爸无有囝，囝无有老爸，本来是不良的关系，叫变做是路比经过，无熟悉，伊嘛袂去拍招呼的人，关系断绝，亲像是已经死去。咱囝会当来学习即个老爸的疼，超越死亡的疼。当天父上帝咧等咱转去，其实也是要邀请咱来学习伊的款式，就亲像是主导文内底所讲，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赦免发生伫咱互相赦免的时阵，咱饶赦别人，其实是伫饶赦咱家己。咱计有即个勇气来成做一个愿意饶赦伤害咱的人。浪子回头，即个故事原本是两个人的苦难，老爸失去囝，囝失去做人的即个尊严。毋过老爸的疼，有即个苦难变做是意义的。天父上帝的饶赦是伊原本就是疼，毋是人做啥物才来显示出上帝的疼。若毋是老爸疼伊的囝到呢，囝会当随时伫真远的所在，去看到细汉囝回来，有可能就是每一天伊拢踮伫门口的所在咧等伊回来。所以浪子的回头，是因为老爸原本就是疼，毋是等伊悔改才来疼伊。即个互可能有意义的疼，无一个亲像已经死去的关系，对死搁活，对死了搁伫着。所以咱安尼看起来，咱就感觉当即个浪子回头啊，这应该是一个真 happy ending 的故事，是一个真水的故事。不过却因为即个大囝的关系，变做是一个真紧张的代志。其实咱就是迄个大囝，当咱每一摆看到咱的兄弟伯伯摕着文典来凊彩使用，国家来无法度生存，搁一摆转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咱会感觉无爽快，因为伊已经用了伊家己的份，直接要使用咱原本爱用的份的时阵，咱可能会亲像即个大囝共款来佚佗。也是讲，咱袂记咧上帝恩典，不只是上帝咱，搁上帝遐较弱势、智慧势，亲像即个投影片内底一幅图。其实咱人所讲的即个公平，就是互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想法，会当徛伫遐。毋过上帝所讲的公义，是咧照顾弱势、智慧势。也就是加互一个想法，互迄个较弱势。安尼，当咱会当做着亲像上帝即款的公义的时阵，咱就会当来诚做毋是大囝的人，会当来做伙来欢喜快乐。伫咱人生无共款的阶段，咱拢会扮演无共款的即个角色。有诶时阵，咱是迄个袂记上帝的浪子；有诶时阵，咱是迄个受着伤害的老爸；搁有诶时阵，咱是迄个嫉妒的大囝。到最后，即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看起来无 happy ending，因为当老爸讲：“囝，你常常甲我伫地，凡人我所有诶拢是你诶，但是你即个小弟死有搁我，死了有搁得着，咱就应该欢喜快乐。”伊伫即句了后吼。伊无讲到大囝的反应，敢若即个大囝真袂爽来反应。有即个故事吼，留落一个无法度来解决的问题。即种的紧张性会继续留伫咱的心中，因为咱毋知影到底即个大囝到尾来愿意来甲伊老爸欢喜快乐伊的小弟会转来。其实即个故事无写出最后的即个结果。即个无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要甲咱邀请，是伫甲咱讲。当咱听到即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阵，迄个大囝无做出迄个赦免的动作，
快包容的动作，是咱咧邀请咱来做伙来做，咱爱来做伙来了解，互相了解，彼此来体贴彼此无够赢的所在，用即个疼来互相包容。当即个浪子已经回头，当即个老爸已经要邀请大囝，来大家为着即细汉囝对死有搁执着，咱就应该来做伙，用咱的家己的性命来活出即个浪子回头最后无写着的最后即个部分，就是咱用咱家己的性命来做见证。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咧见证上帝的故事。伫咱台湾，咱有可能70几%人，即个未信者，拢咧看咱的生命，咧活出咱的故事。咱拢上帝相信拣选咱来正做伊门徒，是因为伊疼咱，毋是讲咱家己有偌好、偌高，所以咱会当来正做一个基督徒。耶稣透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咧甲咱讲，死了有搁得着，就是一种对死过活的上灯，就是一种应该着欢喜快乐的代志。到最后，伊咧邀请咱应该用欢喜快乐的生命来活出、写出咱教会家己的故事。有的时阵，咱是迄个浪子，咱袂记得上帝恩典，掠做靠家己就会当过了真好势的生活。有的时阵，咱是迄个老爸，去互咱所疼的人、的兄弟姊妹来伤害着，流目屎，伫咧等待搁好的迄一天。有的时阵，咱是迄个大囝，会记得上帝的恩典，不只是上帝咱，也是上帝遐个心灵甲肉体需要咱去关心的这兄弟姊妹。伫人生无共款的即个阶段内底，咱拢上帝无共款的角色，咱会伤害着别人，咱嘛会受着伤害。咱爱来学习对下面人，咱要来得到下面。安尼咱就会当永远知影上帝的恩典就是疼。当咱互相相疼时阵，上帝的国就已经伫咱的教会。当咱用咱的生命用疼来写出咱的教会水的故事甲见证，来诚做无名的器具，别人就要知，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三甲阿头来祈祷。阮伫天的方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甲恩典，互阮会当来诚做你的囝，你的查某囝。有的时阵，阮亲像浪子；有的时阵，阮是迄个老爸，受着伤害；有的时阵，阮是迄个大囝，会来嫉妒别人，来怨妒别人。所以求你来怜悯阮，互阮会当来学习，亲像你老爸的疼。我会当用你的疼来去疼人，咱记得拢上最后所叫的名恳求。伫这个时阵，咱要来看这个大专部主理的这个影片，咱请这个投影片同工2到3分钟。
在外地读书的人来说，然后团契是一个可以就是对自己信仰的一个属灵的归属，然后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然后你需要一个信仰的家，所以我觉得团契真的很重要。心甲辅导的是伫咱中华地区读册的大专青年，包括中华师范大学、建国科技大学、明道大学、中州科技大学以及台业大学5间学校大家团契，包括原住民大专团契。今仔日的青年，明仔载教会。大专青年的时间对咱教会以来有相当的影响，需要你我来关心甲带导、支持甲奉献，互大专团体的青年会当真侪基督的精兵，分享福音，见证上帝的真理。我在帮助团体这几年，虽然只有短短的1年，但是认识到很多很可爱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在信仰上。然后一起祷告，一起互相鼓励，我觉得对帮助团体真的很棒，所以团体对大家真的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去团契。